家们们今天凑一块了，哈球吧，把地上小妹姊妹全都叫上哈球吧，都别说来，大家喝起来，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，喝个痛快，忘掉所有烦恼，生活的无奈，今儿只管喝酒陪兄弟。他开着邻居家的Toyota，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吧台，先点了一杯 whisky 酸，他总是只留下。每个人在他就发着最后的呼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的人在应声，马不停地炮火，来，不愿做老的人们，把我们视入走进我们唱的战争。中华民族大陆自身的自活，每个人的彼此的发出最后的呼声。出来，出来！出来！我们的万众一声，爆炸敌人的炮火传真，爆炸敌人的炮火传真传。不会喝酒，前途没有；一喝酒两，重点培养。只喝饮料绝对不要，一喝就倒，地位难保。一半就跑，发财还早。全程喝饱，未来看好。小许，我看好你哦。今天酒局你必须多喝。可是法总，我酒量不行啊。要让客人喝好，自家先要喝倒。你今天必须喝倒，必须喝倒，我喝不了。说他妈呆！不喝，你可想好了？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，敢不给我面子，工作还想不想干了？嗯？马白皮，我喝。馊嘎，这才对嘛！又是这种所谓的酒局文化。好好的喝，开心的喝，活该的喝。喝酒喝酒不算的，情不在一起不算的。喝完当下才能算的，不是？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Tony sağ hakkımızda 20 neçeli oldu biz Allah'ın ne sağ hakkımızda kaçız kişi yetkiz kişi bu yagi aynı bir çöglep kep kaldı sizle arlaştı Koş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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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oşam doyum birden diyor Да, должен я.